讲到畅水南海群号，今仔日是展开第2届的海上测试，这摆是要来测验浮航的能力。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，这海测拢总是有34个项目，海群号完成这届的测试了后，就会来测验畅水50公尺，还阁来是200公尺。照这计划是会伫9月来完成海测。 海军256舰队官兵带军人员伫头盔穿救生架、扭安全锁，一行人徛伫甲房顶，各组舰南海军号浪9天后，26大阵人展开第2届海上测试。 官兵坚信确保海群号无各样符合出海条件，海群号慢速驶入开港口进行浮航测试。毋过高雄港第2港口即时影像，本来当直接看海群号出海，直播煞互人关起来。高雄市文化局是讲，避免影像外流，影响航安甲泄露秘密的风险。 海群号进度前沿，国防部长郭立雄指出，海群号的海测差不多34个项目，按计划伫进行。海军表示，海测有3阶段，会进行3至4届的浮航测试。潜水测试大概我们预期大概是50公尺，50公尺的测试左右对。那在完成潜水的4航之后，还会再进入到深水。那深水大概会到我们要求标准的规范，大概200公尺左右。 海群号若顺利完成第1阶段的浮航测试，第2阶段就会试航50公尺的畅水，第3阶段则是畅200公尺。3项完成了后，海军才会进行作战的测评。不过专家是讲，海群号浮航测试好亲像也是挖靠电池底塞，无启动主机，引起关心。海群号算是第一艘试作舰啊，那很多的一些不便或者说不方便测试，我们可以容忍啊，但是我们希望下次好还要更好，就说过了阿法点之后呢，赶快解决可能有主机的相关一些系统整合问题，赶快切换主机跑一次让国人看，然后以安国人民心。台船并9月完成海群号的海测，在1月交南，强化国军反舰作战能力，反制中国对台的军事扩张。国防部26发布查到，中国苏凯30、空警500等各型主副舰机加无人机，拢总21台出海活动，其中16台超过中线甲伊的延伸线，进入咱北中东部也甲西南空域，配合强南执行联合舰备警巡，国军严密应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